嗱，比賽開始咗㗎啦，哇！現場真係好嘈啊！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搏水啦，哇！四海一路喺度搶攻啊！連環打，哇！搞唔掂啊！一開始真係唔使20秒啊，要同 Flash Daddy 讀秒啊！而家過嚟讀秒啊！四海，又嚟過啦！Flash Daddy 還擊咗2下嘅，但係咧又輪到四海咧，做住主動，有頭中嘅哇！真係唔使講啊，大家都見到啊，四海係咁樣咧，插下 Flash Daddy 個頭啊！哇！一路還擊唔到啊，而家咧鄧澤炳又要咧，同阿 Flash Daddy 讀秒啊！好啦，讀完秒之後係可以繼續比賽嘅。好啦，哇！又嚟中一下重拳啦！哎呀，今次牙煙啊，睇嚟捱唔到啦。四海一路撳住，掟咗毛巾添啊，打唔到啊！呢場比賽第一個回合，第一個回合嘅1分45秒啊！